再来看迄赖学生要做线工哦，也毋过爱特别注意，唔通去争做诈骗集团的车手。新北市警方抓到一个未成年的车手，才17岁尔尔。伊讲哦，伊是学校迄赖来做线工，头一日上班就出代志。另外哦，诈骗的案件实在是真多，所以民众是爱特别注意。 你一个合约书籍都没。一名惠林人到柜台，就急要领900万，讲要摕直仔投资医疗器材。也毋过警方发现，惠林人问伊啥物拢毋知影，可能含伫要看卖我是啥物人会假做亲友的诈骗。 4、5笔好几百万，超多网络银行人家要转走了。警察一边组织诈骗，打诈也无停，抓到一名查甫人，伊的金融口座连续几啊天有几啊笔的现金转入个转出。台北警方发现伊涉嫌卖户头，赚2500块，提供诈骗集团人头户洗钱。这个行为啊，不是诈欺啊。一名穿白衫的查甫人方上靠控制，新北阁抓到诈骗集团车手，警方进一步追查，发现上案前也是未成年，罗网17岁少年，讲是休赖做线工，即摆头一摆就工。查获2名前来面交的车手，全案依诈欺、洗钱防治法、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诈骗案件的犯人，敢若是6月，加求这通报道有76件。警方为顶个月开始，也接到女大学生落伫休赖做线工的陷阱，今嘛佫较有未成年误信休赖做线工，谎称去做车手。 少年人求职爱势利。我们要收集检视公司的资讯，还有职缺的征文。那另外我们在面试当日，请注意，我们面试当日不缴钱、不购买、不办卡、不签约。趁着休赖放假时间，趁一寡所费，为伫厝上班、轻松工作，拢是风险关键字。万一一时无发觉，那是可能互骗钱，严重也可能沦做诈欺组织的共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